这个季节热的时啊，才是鹿角菇的生团的时期。台中东风脚踏车道，也就是自行车道呢，铁马道上面边的树啊，有真侪鹿角菇。因为最近啊，在地人发现讲，可能是因为休热到啊，真侪学生囡仔会来遮将这个公的鹿角菇共掠回去，就惊讲买的找无对象通啊生团。在地人甲附近的业者有采禁止掠菇的故事，希望讲游客爱发挥公德心，唔通破坏生态。台中东风自行车道，这路树顶面看到袂少鹿角菇，不过大部分只剩某的。刚下咧，待详细找才有看到。附近的居民讲，因为暑假到啊，袂少人来遮，拢会甲工的掠转去。要保育它，不要让不要让，要提醒人家不要抓。如果我们有看到，我们跟人讲说这不能抓哦。因为掠情况上严重，也有人伫网络上帮捕的鹿角菇发出找案启事。来遮骑车运动游客讲，确实有看过真侪人拢会停落来掠。我会劝导他，因为说这个小朋友这个是生态啊哈，让他继续繁殖，不要给他抓走。你会抓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不会抓？我不敢。因为让他自己生活就好，不要乱抓他。观光旅游局讲，已经伫鹿角菇出入的所在大告示，请维护清洁人员巡视时阵更加注意，提醒民众唔通因为一时好耍，影响到鹿角菇的生态，破坏生态。